不用緊張，嘴張開放鬆。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，啱啱咧就去咗金光環廣場食嘢啦，就喺呢度啦。而家咧就上去紫陽 SPA 度按摩啦。咁咧佢最近有新項目啦，就係中醫推拿。咁我哋咧就諗住上去試下。咁雖然紫陽咧都嚟過好多次噶啦，咁我都簡單講一講點樣嚟。位置咧其實就喺金光環商場一條馬路之隔，喺羅湖坐1號線坐一個站去到國貿站嘅 B 出口。其實上到地面呢，轉個彎就已經到咗國際貿易中心嘅樓下噶啦。跟住我哋上5樓，由羅湖口岸過嚟紫陽影院足道 SPA 呢，真係非常之方便。咁我哋而家望一望佢最近有啲咩新優惠先。精油開背50分鐘99蚊，浸腳收腳按摩40分鐘48蚊。另外仲有一個係大桶浸腳啦、收腳同埋按摩就60分鐘98蚊。大桶浸腳呢個幾吸引喎，諗下一陣會唔會做呢個先？呢個99蚊呢，就應該係新嘅項目啦。一陣呢，入去詳細問下先。跟住呢一位呢，就係高級理療師啦，之前呢，都嚟揾佢幫手，因為我 friend 駝背啊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望一望按摩店嘅環境先。哇，爆晒場，好多人啊！嚟呢度按摩記得真係要預約先啊！今日係平日嘅下晝2點，已經咁多人啦，呢一度真係深受香港人歡迎啊！按摩店除咗有大廳之外呢，仲有幾間嘅獨立房間啦，咁可以配合唔同嘅按摩啦，又或者唔同嘅治療呢，都有唔同嘅房，非常專業。另外全店咧係免小費，如果按摩嘅過程唔滿意，可以即時幫你更換按摩師。咁我個 friend 咧就揀咗呢一個大桶浸腳、收腳按摩60分鐘，價錢咧就係98蚊。浸腳咧可以揀生薑啦，或者花椒或者艾草。咁我個 friend 咧就揀咗生薑。而家天氣凍咧，浸生薑就非常之好啦，因為可以驅寒去濕。做完之後呢，全身都暖粒粒啊！生薑都係新鮮即打噶，唔係求其整個薑湯包俾你噶，真係非常之有誠意啊！咁一路浸腳呢，就開始一路按摩身體啦。呢60分鐘呢，係做足60分鐘噶。浸腳嘅時候呢，就已經開始幫你按摩肩、頸、背脊、手臂，就連手指都會按摩埋。以呢個價錢嚟計呢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加上佢哋店內嘅按摩師呢，全部都係非常之有經驗，所以按摩嘅手法呢係非常之純熟到位啊。跟住呢，就開始係收腳皮啦，師傅嘅手勢呢，快很準啊，而且佢哋用嘅刀片呢，都係一次性，頭先即時開封嘅，所以絕對係乾淨衛生。跟住仲有腳底按摩啦，小腿按摩。跟住再試下佢哋嘅新項目係中醫嘅推拿同埋艾灸啊！頭先我哋喺門口咪睇到有一個99蚊嘅理療養生，原來就係可以用99蚊就有30分鐘嘅中醫推拿。咁呢一個呢係體驗嘅價錢，所以每人只係可以一次㗎咋。呢位中醫師呢已經拎晒認證，所以絕對有信心有保證。咁呢個30分鐘體驗未開始之前呢，醫師呢首先就會幫你詳細檢查你嘅問題先。咁我個朋友呢，條頸啦扯住痛啦，同埋條腰痛呢已經成個月㗎啦。他這個關節有一點輕微的旋轉是有點錯位一點點，它導致它這塊的我們那個肩胛提肌，它是屬於欠拉狀態。我把肌肉鬆解下，然後再給他做一些康復，他就會好很多。咁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啦，唔舒服嘅位置亦都唔同嘅，所以而家影到佢按摩嘅位置或者手法呢，同你哋嚟做呢係會有唔同嘅。咁有啲咩唔舒服可以揾呢一位中醫師呢？例如經絡啦、筋膜、關節、肌肉、頑固性頭暈、頭痛、頸椎不適、肩周炎、腰椎間盤突出、膝關節炎等等啊，呢啲症狀呢都可以揾呢一位中醫師幫到手。成個過程呢，感受得到佢嘅專業同埋細心。
加上而家有99蚊體驗價呢，我覺得值得上嚟試一試。做完推拿之後呢，咁其實我 friend 呢個身體呢都好濕寒，中醫呢就建議去做艾灸啦，可以幫助清除體內嘅經絡濕寒，所以呢就做咗呢一個198蚊30分鐘嘅艾灸療程。做嘅過程應該係好舒服，我個 friend 都瞓着咗。艾灸除咗可以清除濕寒之外呢，仲可以補中益氣啦，扶陽固脫、消瘀散結、保健防病。另外仲有一位康復理療師，我有個駝背嘅朋友呢，都 keep 住揾佢幫手嘅，咁佢都係拎晒認證啦。咁亦都係啦，開始做治療之前呢，都會先幫你詳細檢查你嘅問題喺邊度先。是不是這兒？這兩邊有不舒服。這個是你1、2、3、4，第四對有點問題。咁呢位理療師呢，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啲乜嘢項目呢？咁有偏頭痛啦、富貴包啦、肩周炎啦、駝背啦、坐骨神經、長短腳、高低肩、婦女月經不調啦、乳房結節，又或者女性產後盤骨修復呢，都可以揾佢幫手㗎。收費方面呢，單次就係380蚊，如果一次過買3次呢，平均每一次呢都只係280蚊啫。仰頭，手要抱住。按完摩之後仲有嘢送啊！就算你幫襯幾十蚊嘅按摩項目都可以嚟拎㗎。就喺同層對面嘅港人眼鏡，免費老花鏡又或者近視鏡，唔係現成貨嚟㗎，係即場有註冊驗光師幫你驗眼，然之後免費幫你配老花眼鏡又或者近視鏡。跟住仲有啊，記得去雪櫃拎埋免費嘢飲啊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吃喝玩樂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。睇完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又或者俾個留言我啊！多謝晒各位收睇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